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今日我来介绍头一位出版台语散文的作家张春芳甲伊的头一本册《青春的路途》。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是头一批受过新式教育，也是头一批有家己的职业，要求自由恋爱的一代人。这群人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，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，因看到228事件，嘛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威胁。因的一生不但是拄到真侪社会经济的动乱，因嘛着为读日本册学日语，变做搁着学华语的一群人。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写16个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一世人的经过，因生活的年代。这本用汉字写的台语册有8万多字，册阁有加6点外钟的朗读。买册链仔就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，请大家做伙来交关台湾女性人物群像。为1990年代开始，带头阵写台语文的女性作家是无几位，张春芳是其中的一个。伊连续伫120档内写足侪作品，嘛做真侪台语事工。今日我来介绍这位作家甲伊的散文集。台湾人台湾事自2档前开始介绍台语册甲台湾作家。其实文学这个主题甲节目的别款内容比起来，听的人加真少。我捌拄到朋友甲我讲，伊看到介绍册迄集都会跳过无听。毋过我嘛发现有一阵听友是想要知影搁较侪甲文学艺术有关的故事，所以今年我要是会逐个月做一集来甲听友分享台文册。我今日来讲张春芳老师甲伊的头一本散文《青春的路途》，是1994年出版的。这毋但是张老师的第一本册，嘛是台湾界出版的头一本散文集。热哪通伫身躯内底微微转，尿尿趖，赶阁赶袂走，转阁转袂去，爬阁爬袂开，遁入冷气房里，心情才较好起来。人规日伫冷气间仔里，敢若是饲了鸡仔，互饲鸡条内；是鱼仔，互含伫水缸里；是鸟仔，互关伫笼仔内。久面青面绿，嘛会变成软脚虾。这是这本册头一篇的第一段。张老师用真活跳的文字来写日常，册内伊描写真侪台湾的景致，伊也写厝内底的感情，伊对婚姻的看法。伊写伊要结婚进前，甲因老母出去旅行，想到因的青春。伊讲：我的心拢在想要嫁啊！妈妈用伊的青春甲我摇饲大汉，嫁了后，是毋是我嘛要用我的青春要去独立负担另外一个责任？哎哟！我的青春驶向要做大人的传统。这篇写落来，佮写伊安怎出外读册、结婚生囝，真侪当以后，伊知影青春永远伫身躯边，是咱人互世俗束缚，无心去看到伊。真侪人写青春，甲别个作家无相共。张老师的青春，毋是少年的时代。青春是人生过程，有欢喜，嘛有责任，而且若愿意看到的人就有。为伊的文章读得到青春的气味。这本散文真生活化，像伊甲高速公路顶的车分做8种，有一种叫做老马车，我来念互大家听。因坚持有权利用60到100之间的任何速度来驶高速公路。因为因坚持有驶慢车的权利，所以因嘛无看到为后壁来的威胁。反正我有守法，是犯是得，我拢对，拢是别人毋对，拢是这寡大台车、南摩车、沙石车的毋对。
但是这种车的速度实在慢，后壁半公里的车会使伫1-2分钟内捉到伊。拄到车较济时阵，逐台车来到伊的后面，一定要表演半个紧急动车，才会使潜入去边仔的车道超车。免讲超快的小型车、游览车和超重的货车，拢可能甲伊气死着。因为张老师的爸母大家官拢住高雄，伊不时就开车转去，所以这本青春的路途写车嘛有写袂少高速公路的景色。甲真济作家相共，张老师的散文写花草、鸟仔、写动物。较无相共的是，伊的册内嘛写科学知识。伊写化学元素氡是安怎来的，是安怎对身体健康毋好。伊写讲氡是无色无味、看无摸无的气态面，一种为U238经过4个阿尔法衰变，甲2个贝塔衰变了后所产生的气态特征。伊家己嘛讲，为着写这篇，伊用真济时间，佮去请教专家，才写出来的。迄时环保观念已经豆豆发展，民众对室内空气引起癌真关心，开始测量建筑面的辐射。张老师写迄时清代图书馆都有发现氡这项有毒的物仔。张春芳出版的台语册袂少，后来也有出版《家题夜空流星雨》2本散文集。伫出国旅行的册开始实行的时，伊甲伊的二姐小妹出版一本用台语写的旅行册，叫做《三姊妹看世界》。伊捌出版一本台语诗《爱伫土地发芽》。后来去大学教台语，发现无台语文学的册通用，伊就用3冬的时间，甲沈东青、江永进编辑台语文学概论。伫因进前，也无人写过台语文学的评论甲文学史。伊出版上济是翻译。伊甲因翁江永进，甲世界出名的童话《囡仔国》改编做台语，出版《台语世界童话》360。伊迄时就知影甲细汉囡仔讲台语的重要，所以伊嘛带学生参加台文1001译，翻过真济世界有名的作品。伊捌讲要介绍伊，若无介绍因翁，就袂完整。因为伊会写台文，是因为伊的翁婿江永进教授。江教授伫清华大学教册，下真济心咧研究安怎用电脑拍台文。张春芳为着要学写台文，伫1992年去上郑良伟老师的课，嘛上袂少台湾文学甲历史的课。2冬后，伊出版《青春的路途》。这本散文集有一个副标题：我的生活台文。这个副标题真重要，嘛展现出作者用台语创作的理念。伫改验了后，台文运动搁在起鼓的1990年代，有真侪人是用台语写诗，用台语写英国历史甲故事。张春芳特别去写散文，因为散文搁较贴近一般人的生活。伊强调，伊写的是生活台语，毋是文学，嘛毋是古早的故事。伊要写逐人拢看有的台语文，互台语会使进入咱平常的生活，变做逐人使用的语言。所以伊伫青春的路途写旅行、写家庭、写花草、写科学知识。伊要展现的是，伫逐个领域、伫各方面，咱拢会当用台语来讲，用台文来写。因为伊要写逐人拢读有的台语，所以伊的册内敢若用逐人看有的汉字甲台音式的拼音来写。迄当阵有侪人咧讨论安怎用汉字写台语。伊讲全汉字是无可能写台语，汉字是字，拼音嘛是字。这本散文落尾有写伊用母语写作的经验，伊先用白话字一档，换用台湾语言音标方案 TLPA 半档，
后来就开始用台音式拼音。这套是江英进教授开发的，叫做通用台音输入法，要找到只是较少看到人用。我毋捌这套系统，对安怎写台文也是安怎拼音嘛无研究。我读张老师的册，简单知影台音式系统免写音调，有我拼音的字母，甲教育部也是白话字拢无共。毋过若是本地就讲台语的人，也是读有。1990年代是台湾社会运动上济的时，伊做一个留美的硕士，甲迄时真济人相共嘛足关心环保运动、妇女运动、民主运动的课题。这个思想也反映伫伊的册内。张春红写伊做人的查某囝、牵手、老母、新妇，伊甲逐个传统女性角色拢做甲到。毋过这无代表伊无性别意识，伊知影伫传统的体制内底去找自我发展的空间。伊写着伊去研讨会，听着查甫教授咧讨收据，讲着摕收据转去甲因某报销。伊阁想着袂少留伫美国的博士，拢讲是因某无要转来台湾。伊讲这是男性无担当，拢甲责任撒互某囝的借口。我来读张老师写的诗，爱情才情，毋通幻想要做一个贤妻良母，甲天下的伟大总包，毋通干那温顺伫厝内等待爱情，用温柔甲爱情完美独立起来，拼生拼死甲才情发挥出来，才情奉献互家己，奉献互社会，最后回响伫爱情的身边。这是即马若要伫咧72岁的女性伫30当前写的台语诗。张老师伫2014年过身，伊捌讲过，生命无咧论长短，我爱有力甲光的过程。伊写册、翻译、教台语、做杂志编辑，伊做真济台语运动的事工，是真正有力甲光的人。伊留落来的真济作品，应该拢无搁再版，即马嘛买无啊。我是为图书馆借出来看的，伊所出版的册名甲相关的信息会写伫电子报内面，今日讲的文字个嘛是。我捌讲过，文学甲艺术拢毋是我的专长，食头路了是真少读文学作品。毋过会当有用心，阁有定着的心来读一本册，是一种福气。今年我会继续逐个月甲大家分享一本台语册。若要知影这个册甲作者详细资料，请订电子报。这期的电子报已经寄出去啊！顶摆请大家斗添的问卷，虽然无真侪人写，毋过结果嘛会写伫电子报内面。感谢大家收听。若是对介绍的台语册甲作家有啥物想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